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最近新闻报道讲，有人去荒山空地、荒郊野外爬山，要特别注意安全问题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就是风好往风读第一条。读风这是读文音，风的意思就是五谷果子无成熟，就是规个荒废，嘛有空空无用放咧用的意思。另外，足紧张，咱讲是风狂，嘛有人讲风风光光。歹年冬，人讲是风年，风野，嘛有人讲风波。啊，若真糊涂，古早讲是风动无影爽。古早还有一个人讲是随听随袂记哩，就叫做风耳。这里鼻音读做哼，像讲蝉啊放咧唔管，人讲是规片蝉放咧哼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荒废，嘛有人读做荒废，有人读做荒下，这拢是趴远的意思。嘛有久啊无练习，学的代志拢袂记哩。第二个词就读做趴远，本来意思是讲荒废无用的蝉，拢是荒蝉。也毋过即马分化来讲，嘛有物件无用、无咧学习的意思，就有人讲是学业规拢趴远去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田园趴远，规个荒废，野草杂通通。也毋过即块地主发挥创意，用来种花，正做花海，互人看得到地，心凉鼻透开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风，这是文音；另外鼻音读做哼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